那我们都念国语版，对不对？嗯。那这个弥勒救苦真经，有需要的人买单客哦，哈，有需要这个会当客来加，来，我们先发下去。嗯。嗯。要一张、2张还妹子，一人1张比较好。刚才开始实在吗？哦，谢谢，come on，我会的，come on 啊。那我们现在呢，平心静气哈，5秒钟哈，然后深呼吸，让自己深呼吸，然后我们来，好，我们静5秒，1、2、3、4，好，我们来，现在恭诵弥勒救苦真经。佛说弥勒救苦经，弥勒下世不灰心，灵宝齐鲁灵山地，拈花印这考山色，落在中原三星地，大正四川黄桃心，天真收元挂圣号。等待时至点神兵，云雷震开悟极土，天下神鬼不安宁。亲在人天中华母，9年圣教归上圣，天花老母垂玉线，周圆显化在古东。南北两极田中续，本源古刹在中央。老母降下通天下，五眼山泉对河童。婴儿要想归家去，持念当来弥勒经，用心持念佛来救。我躲今年去超生，是得西来白羊子，香儿甜甜化成金，每日自心常持念，三灾八难不来侵。要想成佛勤礼拜，常持聪明智慧心，休听邪人胡说话，劳算一马念无声。老母降下真天咒，用心持念有神通。满天星斗多下世，五方列仙下天宫。各方城隍来对号，报事灵童查得清。三官大帝慈悲助，赦罪三曹救众生。救苦天尊来救世，钦点文部接地神。八大金刚来护法，四位菩萨救众生。引领36元教，500灵官紧随跟，扶助弥勒成大道，保佑香儿得安宁。北方真武为将帅，青脸红华显神通。舍己造其遮日月，头顶身罗7宝星。威震领风为帅手，肃清诸恶挂甲兵。他救猿人香儿女，火光落地化为尘。四海龙王来助道，各驾祥云去腾空。十方天兵护佛驾，保佑弥勒去成功。
弘扬了道归家去，转到三两弥勒尊。吾王敕令稷下生，收服南言归正宗。来往照下真言咒，传下当来大藏经。婴儿刹米常持念，邪神不敢来近身。持念一遍神通大，持念2遍得超生，持念3遍神鬼怕。魍魉邪魔化为尘，修持劫内行路径。念起真言归佛令。南无天眼太保阿弥陀佛。时空一空在空，来空4空5空6空7空8空9空10空手。来，我们来，大家一起来回向。下面这个就好哈，来，大家哈念自己的那个名字哦，弟子姓氏姓女，请各报自己姓名。弟子赵长愿将以上诵经功德，愿将以上诵经功德，功转成，回向于天地，回向于天地，回向于祖先，回向于祖先，回向于父母，回向于父母，回向于子女，回向于子女，恳叩请辞，恳叩请辞。弥勒祖师，弥勒祖师，南海古佛，南海古佛，济公活佛，济公活佛，月慧菩萨，月慧菩萨，慈悲做主，慈悲做主，祈求战争止息，世界和平，祈求战争止息，世界和平，祈求风调雨顺，国泰民安，祈求风调雨顺，国泰民安，世所至导，圣慈昭格采纳。世所至导，圣慈昭格和采纳。当来下生弥勒尊佛。南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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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当来下生弥勒尊佛。感恩各位贤贤大家一起诵经哈。那后学今天的那个